再来看桃园的滨定国中后门的围墙出现壁损，附近的民众甲过路人拢感觉真危险。学校是讲已经通报教育局，教育局嘛已经有找结果技师来看过，初步是认为讲无马上的危险，也毋过伫改善进前，人甲车上好拢爱离较远挂。按算8月会开始维修，10月会完工。桃园市平等国中学校围墙啊外有黄色警示线，也打警告牌。详细看围墙底部有未细壁损，社区居民甲行人路过拢感觉危险，真惊墙啊倒落来对着人甲车。地面下陷了，不晓得会倒下来呀，随时会倒下来。那你看哦，随时会掉下来了，要重新建过了。趁那个裂缝就还小，不是那么严重的时候，就赶快处理嘛。才不会说万一久了越拖时间越久的话，就会变得严重。学生当日走表，徛伫路边往墙仔内底看。学校运动场甲后围墙边的大路落差有约2公尺。学校表示，早期后围墙这段大路无通，后来新建主体大楼加辟建道路，不过迄当时并无施做隔离墙保护老旧围墙。路面经过车辆长时间的交过，甲大雨压。造成路面下陷，也造成围墙啊壁损。5月底6月初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有裂缝，所以我们就马上跟教育局通报，那就派人来会勘。结构机制是研判没有立即性的危险，但是还是要提醒行人要注意了。针对围墙的改善，学校表示，目前维修经费已经核定落来，已经请结构技师详细量算。各位施工图，各依照定数就完公告，预计8月中旬开工，工期预计2个月，大约10月中旬就会当完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